开始。哦，开始配信。等下应该看得到。咱今仔日要对1630年5月12日开始看起吼。进前 Eric，我有搭一条 link 是迄个1624年的迄个音乐剧，我主要是问讲大家看有无，因为我是有知影一寡故事背景啦，所以看起来是诚轻松。我咧想讲，毋知影故事背景的人看起来敢看有吼。我有介绍我一个朋友看，伊讲嘛是看有啦吼，所以应该是。但是迄连仔都讲伊看无介有，啊，真感谢 Eric 有互我足侪回应吼。想着讲有一项代志一直袂记讲吼，就是你即马看，可能你足侪人可能知影啦吼。你若去安平古堡遐吼，你会看一个石碑吼，写安平古堡4个字，其实迄是日本时代留落来一个石碑，但是日本时代伊无可能开始，伊迄当阵毋是写安平古堡，伊是写正宗冰点密明会，就是纪念冰点密明会的事件啦吼。顶头是写啥我忘记去吼。有兴趣你再家己去查吼，应该网络顶拢找得到啦吼。所以迄字本来是写和迄个冰点密闭会事件有关系。后来即个Republic of China 吼来台湾了后，就所有日本的物件拢甲你抹消去吼。但我毋知啦吼，这代志实际上是啥物，无定在地人家己甲摕掉嘛有可能啦吼，这我毋知，反正就是迄当阵的即个政治气氛甲即个社会气氛就是安尼嘛，就是日本的物件拢摕掉，所以就甲迄个本来写关系着冰点密闭会事件即个字拢无去啊，即嘛写安平古堡4个字。你若有机会去，你再去看下4字吼，看会着，应该阁看会着迄个较早留落来迄字啦吼，迄分页应该阁看会出来。敢若是伫后壁的，可能伫安平古堡4字后壁。啊是吼，我毋知你家己去再看吼。好1630年5月12日吼，我有甲今仔日吼，即个我做即个薪水贼仔吼，伫公司看到6个，敢若6个中的款吼，拢无啥物大代志啦吼，所以我就足紧甲念过吼。5月12日，本月4日开动快艇东 Birch 和前往澎湖的迄2只用客船已经对澎湖载石头转来吼。东 Birch 敢若是要去迄个厦门港吼，咱继续看5月13日，本个月9日出发。伫本个月9日出发去调查台湾以南一直到下淡水的迄个大江啦吼 ，block。我记得咱之前读的时候，伊是去北平吼，毋知创啊，即个变成去南平吼，可能是无共日啦吼，无注意去甲看对一工。伊即马讲的是，咱即马是13日嘛吼，所以是3、4工前吼出发的，但是往南一直到下淡水，下淡水河就是高平溪啦吼。高平溪，你若无熟的，爱看一下地图吼。高平溪伊是正向你看伫台湾迄个溪流是南北往北，毋是，歹势，对北平往南平流的吼，南北向的吼。一般台湾的溪东西向，伊是南北向。
查遮地图。啊，南北向就是甲高雄、甲屏东市隔开吼。即条溪倒手边，你若地图啦吼，南北向看吼，倒手边是高雄，啊正手边是屏东。啊，因为吼较早我拢定看迄代替迄个站名吼，高雄搁落屏东嘛吼，所以较早拢一直以为讲是屏东伫咧高雄的南边，其实毋是吼，伊是东西向吼，所以屏东伫咧高雄的西边，而且屏东搁较比高雄搁较北边一丝吼，屏东较北边一丝。较悬就对啊，你看地图对地图看，屏东比高雄市较悬一丝吼。哦，迄是高屏过，过来，咱转来第几只？讲伊对台湾就是台南吼，以南一直到下淡水河的迄个福尔摩沙岛、海岸以及金沙岛去看即寡所在，迄个大公叫做 Block。今仔日坐用客船新港号转来吼，13日转来，伊是去拄则讲去下淡水河的海岸嘛吼，以及才有讲一个岛叫做金沙岛。金沙岛你若看下底主角是写拉美岛，就是小琉球啦吼，小琉球就伫咧，你若对即个高屏溪吼，伊南北向嘛吼，直直流，搁出海了，搁往南才偌远啊？差不多20公里吼，20公里啦吼，就是小琉球吼，一个岛。或者是你若要去，你会使对东港遮，东港就伫咧高屏溪迄个溪出海口遐，遐应该有船会当去琉球，小琉球。好，伊伫即当阵的名叫做金沙岛，或者是叫做拉美吼 ，LAMEY 吼，拉美。好，伊报告讲，即个 Block 转来报告讲，上述的岛屿就是迄个金沙岛嘛吼，拉美岛就是小琉球。伫咧绕行该岛所会当看到的情形是安尼，吼，伊就算搁去做迄个免啊报马啊吼，去头前看情形。讲即粒岛充满树木吼，充满树啊，顶头就是树啊，土地肥沃，土地足肥的吼。伫遐有看见2个人，但是嘛看见真侪所在有烟呛起来，但是无看见船只，就是伫荷兰时代伫遐都有人咧住吼，就是遐有原住民吼。拉美岛的原住民，我讲过，后来去互荷兰人甲灭族去吼，但是无看见船只，只敢若看见居民用来掠鱼的2只竹排啊。伫迄粒岛屿的西北方，距离陆地差不多半个步程的射程的所在，就是西北方迄粒岛的西北方的海啦，水深有26船，26或者26深吼，歹势，26深还是26人吼，就是差不多26人悬，然后即个是人悬是180公分的吼，26人悬。好，今仔日用客船吼，有2只用客船，一只叫做五四号，一只叫做古龙四号吼，也对漳州河来到即个所在，这应该是新仔人的船吼。所在物件大部分是石头甲粗大的迄个茶帮，以及一寡商品，也带来商务员特劳牛斯的一张批，顶头写讲海贼将兵打算要率领伊的海军去南方，叫做东山吼一带。东山是啥物所在？也叫做东山，就是伫咧万仞交界的岛屿吼，东山岛。我看伫倒位？东山岛
东山岛，无即嘛叫做东山岛，嘛是叫做东山岛吼。还有一个所在叫做寡妇川，毋知为虾米。东山岛伫倒位啊？金门西南边沿海岸吼，搁较南边一丝啊。伫金门、伫厦门甲即个汕头哟，是汕头汕头。我毋知即个地号名安怎念呢？汕头还是汕头？我查一下。汕头吼，汕头拢会使啦吼。汕头，我看伊规则写汕头，汕头市。即粒岛伫东山岛伫厦门甲汕头中央的所在吼。讲即个海贼将兵要去即粒岛啦吼。要去攻打一个叫做女挺的另外一个海贼，女挺下底讲是本来是李逵基的部族，后来李逵基败亡了，投靠郑芝龙，所以伊和郑芝龙两个佫拍起来吼。迄个海贼率领50-60，这是讲迄个女挺吼，伊率领50-60只用客船。半居伫遐吼，伫咧即个东山岛遮。好，5月13，过来是5月16。我讲拢无啥代志吼，讲一寡小可代志尔。5月16日，大公布拉佮率领2只用客船出发，要去调查测绘对福州到漳州河的中国海岸。漳州河就是。出海口就是厦门岛啦吼，厦门港遐。漳州河即马你若看地图叫做九龙港吼，迄边即马叫九龙港。即马迄个布拉克要去遐让吼，要去遐测绘画地图就对啦吼。今仔日有3只用客船载100担的护照出发，要前往漳州河去继续交易，并且要去载回充分的茶甲石头，就是要搁载一寡石头甲茶转来，要因一直敢若，我记得即个城应该起好啊，因可能搁要加起一寡啥物件吼。5月17日，快艇东宝河对平湖载石头转来。我说东宝河嘛无，也是。去载石头转来吼，过来5月18，新仔人沙胯，毋知是汉字安怎写吼，坐一只用客船对漳州河来到台湾遮，带来消息讲，将兵已经带伊大部分的军队甲上大的用客船去南方，甲伊的兄弟留伫个。漳州河遮有30到35只较细只的用客船吼，伊的兄弟伫遐遐尼霸道飞行吼，飞行霸道，使得生意人拢毋敢甲买来的货物来运过来，除非啥物？除非有荷兰人带着武器伫因的船顶，就是有人甲保护啦，有荷兰人。
通甲保护，因才甲过来吼。啊无，因为即个江滨的海贼，即两个人含迄人理亏机长官吼，阻挡迄个生理人含荷兰人做生理吼。所以我一直想讲，即个江滨即个下场毋知安怎吼。但是我一直看啊内个还袂出代志吼。5月21日，长官普特曼斯阁下含议会决议要派快艇东北号去载存落来的胡椒甲100担的大香茶去漳州号，要载去漳州，要去听取迄边确实的消息，并且为着要互代志会当顺利，而且应该是细心，应该是小心啦吼。我咧摇吼，小心来进行，所以决定常设商务员 Nicholas Kuckebacker 嘛要坐迄只船吼，东 Birch 要航运做一个去漳州号遐。即个 Nicholas Kuckebacker 是荷兰人，1627年以常设商务员自 Delft 坐叫做 Het Wapen 号出航，伫巴达维亚担任法务议会秘书。1628年以常设2年前以常设商务员坐 Texel 号来到台湾，2年前来到台湾。1630年伫中国延华被江滨拘禁，捌去互江滨掠去关起来吼。1632年以后。1630年安尼毋讲诶，就是即边去就去互掠起来款吼。等下看，但是我是无看着吼。咱看以后会讲到即代志，讲迄个库巴克去互江滨掠去关。1632年以后，数度就是几若遍伫咧长官普特曼斯缺席时代，就是缺席诶时阵，代理长官就是伊。就是会当代理即个荷兰长官吼，普特曼斯。1633到1639年，伫咧辩护做相关诶馆长。1639年担任越南东京吼，越南诶东京，毋是日本东京。越南东京甲台湾相关诶督察官。同一年12月，以归国舰队司令官转去荷兰，到1639年吼，定居伫咧德福伊诶故乡，伫遐继续过伊术士诶公职生活，无搁乱占亚洲诶职务吼，转去就无搁转来吼。1639年，这是讲迄个库库巴克。认捌即个人啦吼，因为后手可能会写着即个人。过来5月24日，一逝尔吼。快艇东 Birch 号出发，但是因为无风，搁停伫咧港岛内。真正讲要去漳州号嘛吼，含迄个库克巴克要同行，结果无法度出发。过2天，5月26日，迄个快艇东 Birch 号航出港外，要继续伊诶航行了，完成保庇。28日过2天，下设商务员戴卡就是迄个德国人，带领3只用客船对漳州号转来到厝地，转来到台湾吼，台南遮所在物件大部分是面粉、糖。我咧想无台湾迄当中伊就嘛是家己有咧做糖啦吼，要么搁载糖过来即边，面粉甲糖以及一寡丝货吼，甲其他货物拢是商务员特劳牛斯伫遐所交易得来，但是毋敢继续囥伫遐吼。为虾米后壁讲吼？伊对规个西南人科技诶谈话来知影讲，迄个江滨诶兄弟捌讲过，伊要来攻打阮诶用客船，要伫咧暗时啊要来偷袭。江滨家己，我即马手机也变乌，但是有听我诶声啦吼。江滨有时啊就声音会无去。
好，江滨家己呢，伊还搁伫个南方，就是伫迄个东山岛嘛吼。今仔日已经前几工，即只龙继续咧透北风，天气诚好。就是28日，咱前景看吼，5月30，搁过2工。有一个班长叫做 Adam Williams Van Putten 破病，毋知啥物缘故，伫咧即个城堡下面的一个草厝内底，家己吊头自杀吼。佫是一个悲伤的故事吼，但是无写原因啦。5月31日吼，你看离家背景吼，来对荷兰来到遮尔远的台湾，伫遮吊头自杀。5月31日，派3只用客船出发，要去漳州河载回建造即个城堡所需要的石头、水泥以及茶。好，继续看6月头5工写做一篇一纸尔，无特别的事。阮继续用石头甲即个城堡的东南陵堡加悬吼，遮砌遮高吼。空字别直接2个啦，就是贴较悬的啦。城堡因搁继续咧施工。6月6日。中昼开始吹起透即个东南风，强烈的东南风开始透南风吼。6月已经热天要到吼，各位咱伫台湾的朋友吼，你应该感觉迄个你足熟的迄种感觉啦吼。台湾啊透南风，空气就开始烧热，涂骹就开始足冻死啊。南风过了后。可能迄当迄个黄霜啊雨吼，就是梅雨吼，落了就开始热啊吼。梅雨可能搁较早吼，可能是5月的时阵吼。好，反正我无啥会记吼。但是即个透南风即种感觉，你一定足有感觉吼。伊安尼讲，6月6日即个中昼开始透东南风，有2只容客船对漳州河来到即个所在。伫达港岛头前的时阵，因为风力真大，无法度入港，因为东南风嘛，外口吹出去吼，倒来吹出去。有一只船，又搁驶出去海上，因为无法度入来，所以搁驶出去。后来知影讲，因为阮运石好的迄个容客船顶头的人的指导，才得到对极大的危险中脱险。后来才知影啦，讲因为迄个容客船顶有人甲因讲吼，因才无出代志，啊无可能安尼用风伤透，可能惊出代志。咱写咧，好，咱读个过。伫芒港才得到对极大的危险中脱险，但是伫咧芒港遐去靠浅吼，伫遐上落或者迄个靠浅吼。我对船无介熟啦吼，我对海上的鱼啊啥拢无介熟，所以我迄个台语部分我是照词典念的吼。你若知影讲我读毋对，或者是恁关系安怎讲，你就甲我讲吼。另外一只，撑在那里，撑是体哦。歹势，我爱食药啊。我本来食药啊，拢是适8点，结果我8点定定拢伫咧游泳池遐。因为遮船伫咧芒港遐
靠堑吼，网港就是伫咧东石港嘉义东石港遐吼，网港有人讲是伫布袋港吼。好，东石看下地图。你若有机会去嘉义台南遮佚佗吼，你会使去东石港遐。我捌去东石港，敢若去过2遍吼，遐食老热吼，会当去遐食海产。嘉义关吼，啊，另外是布袋港，布袋港我敢若嘛捌去过1遍，无啥印象吼。伫嘉义关吼，海边啊。好。啊，另外一只撑在那里，撑是要安怎讲？梯，我查一下撑是安怎讲？撑即个台语安怎读？撑伞，迄个撑吼，叫做梯，真正梯。所以梯船吼，撑船就是梯船。我拄则嘛是以为是梯啦吼，因为阮讲梯竹排啊，梯船吼。梯高椅，梯高椅就是坐伫咧高椅顶后仰安尼啦吼，叫做梯高椅。半梯倒，梯，转来是写。讲另外一个船梯伫遐吼，也弄到需要伫咧北平沙洲区呢的大风影内底来拍定，风影就大嘛吼。啊，拄则讲有一只船已经搁驶出去海上，另外一只运气好诶，结果伫咧网港靠堑，啊，另外一只摕伫遐，伫咧风影中拍定，但是因为风影猛烈冲击，有一边诶定压死去啊吼，真厉害，真应该是铁压出来，结果压死去。所以伫咧海堡诶小可北边诶所在去冲到海岸，讲即只船吼，伊无讲啥物号，讲即只船。船顶有180个死仔人，有5个隐士，其余诶拢得救啊吼。顶头讲诶即只洋客船是对漳州河带来商务员库库巴卡伊批吼，库库巴卡因诶船已经因已经到迄个，拄则讲伊要去航迄东宝去漳州河嘛，已经到，而且佫写批转来吼。即只载180人诶即只船，顶头有库库巴卡诶批甲特劳牛斯诶批讲。海贼将兵也未对人远转来吼，伊搁伫东山岛遐，伊诶兄弟率领一寡细只洋客船盘踞伫咧漳州河呢吼，因此呢，对方无来和阮交易，对方应该就是讲迄寡生意人啊，因毋敢来嘛，即马换将兵伫遮足怪啊吼，进前是迄个李逵基即换将兵，但是快艇东宝号伫咧5月29日。就是东宝市汉，就是迄个库库巴克，伊坐迄只船吼，伫咧5月29日就到遐吼，即摆已经6月日啦吼，5月底到遐。到遐了后呢，迄寡细只洋客船就是将兵的船吼，已经相当惊吓吼，因会惊嘛吼。安尼来看，因的霸道横行，势将。小可修炼吼，就是毋敢遮嚣摆，毋敢遮唱秋，唱秋是1624即出戏内底讲，我是讲嚣摆，而且商人的来往通道也将较自由来解释吼，就是安尼较，因为因即个荷兰人绕大船来嘛吼，因就较毋敢，较收敛吼，较毋敢伤嚣摆啦吼。伊是写霸道横行吼，6月10日，所以我就一直好言讲，这将兵到尾是啥物下场哦？你若互荷兰人趁袂着钱哦，荷兰人我足无客气啊。
我那荷兰人毋是食菜啊，荷兰该互你死就要互你死。6個7日8日9日10日，吼，咱你佫會記得，敢若為着要對一個路咧爾，迄個班達人，伊就放表講你規磚頭要甲你放好燒掉，就為着一個路咧吼，荷蘭人毋是食菜吼。6個7日8日9日10日，吼，4天寫做一篇，寫做一紙，無特別的事，大部分是落雨的天氣吼。透東南風了，佫落雨啊吼，雨天要到啊。過來11日。迄只舊年9月15日去互風颱吹去北線尾沙洲以後，一直擱淺佇遐。迄只快艇叫做 Wellington 號，被南風對遐大甲吹落來吼，因為透南風。但是伊佇北線尾，我看一下北線尾是佇倒一個方向，啥物事？透南風會當甲吹轉來。北線尾，毋知即嘛毋知，查会到诶。对吼，拄则迄个汕頭袂曉讀，就是北線尾诶線吼。好，咱來看一下北線尾馬祖經诶所在。伫咧北平大江公園，北平鹿耳門吼，是叫做鹿耳門啊，鹿耳門吼，安南區。但是這是伫北平啊，為什麼講南風照理是愈吹愈北平才對啊吼？想無。哦，不管，互佇迄只本來擱淺佇咧北線尾即個船去互風甲吹轉來吼。今仔日總算是用藍色吼，甲拖入去清水吼，本來是擱淺佇咧即個沙洲，伊嘛拖去清水。感謝上帝吼，佇看會到的範圍內底，遊園是完好無破裂，船無破去，無靠歹去，真少損害吼，無啥物損害。願上帝保庇，願上帝保佑吼，伊袂佫遭難吼。這是11日好消息吼，摕到佫一隻船佫完好無損甲摕轉來吼，上帝佫甲送轉來，互因風吹轉來吼。6月17日，所以這兩三是5、6天吼，對12號甲這6天寫一紙爾，有強烈的南風繼續吹來，夾真多雨水的天氣吼。就是透南風啊，佫落雨吼。6月18，9點佫9分，有一隻快艇來到港外，因為整個港道以及港口攏是大影、巨浪吼，巨浪洶湧，是安怎講？巨影洶湧吼，就是大影吼。無法度入港，船隻嘛袂當出港，所以只好去南邊的沙洲區佇北邊，沙洲的北邊佇遐停啊吼，袂當入港。19日，一直到現，這是6月19日，一直到現在被南風所阻礙的快艇 Wellington 號已經來上，對 Wellington 就是拄則講迄隻本來佇咧北線尾遐擱淺的船吼。已經來上館頭前停佇咧通常咧停船的所在。繼續6月20日，較濟紙吼，咱來看出啥物代誌。6月20日，對巴達維亞來的快艇阿森多夫號，阿森多夫是對巴達維亞來的吼，毋是對西南迄邊來，對巴達維亞，對印尼遐吼，雅加達迄邊來到港外。要入來停佇咧商館的頭前，已經來到港外停佇咧咱商館的頭前。載來物件有現款，有商品，有食物吼，有甲私用品，就是
日常使用品吼，总价值是122647.14毫吨，伊注卡空白122000外毫吨。倒船来的上色商务员包瓦斯就是本来去印尼转来吼，带来一张批总督阁下的批是伫个即个巴达维亚的总督吼，对上述包瓦斯的口条报告来得悉，口条报告来知影讲，总督 John Peters Cohen 吼，阁下已经过身咯吼。各位可能爱知影一下即个名吼，叫做 Cohen 吼，伊的 last name， 伊的 family name。我伫个其他的即个中文的资料内底看到翻译的名上，接看到的翻译的方式是叫做科恩，科就是歌文着迄个歌哩吼，科恩吼，温点的温吼，伫遮伊是翻即叫做昆尔吼。OK， 即个是巴达维亚的总督吼，应该是第一任的总督吼。我查一下，歹势吼，即个人你爱小捌一下，小知影即个人，因为你以后你看迄个关系到巴达维亚的资料吼，定来看即个人，所以你无可能毋知影讲即个是伫个即个巴达维亚加卡达的总督吼。我即马看伊基表科吼，我转做中文。伊基表科翻做库恩，但是伊嘛讲有翻做昆恩、科恩、顾恩吼，或者就是伊的 last name 吼 ，Cohen 吼。OK， 伊伫1623年、以及1627、29年两摆做担任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的总督，联合东印度公司的总督吼。联合东印度公司伊伫个亚洲这边的伊的总公司迄个总部啦，其实就是印尼雅加达吼，印尼加卡达迄个巴达维亚城就是东印度公司伊写首都啦，其实就是总部伫遐。所以伫遐做总督，就等于是东印度公司伫个亚洲即只上官位上悬的嘛吼。并且致力荷兰国力的增强。伊虽然被荷兰视为是英雄，但是伫个荷兰殖民地区的亚非国家却无受欢迎。伫个近现代，伊搁较是去人认为是种族灭绝的典型人物吼，真残啊，手段足粗残的吼。手段粗残的，我就讲过两层啦吼，一层是伫个即个香料群岛吼。灭族，搁伫个是咱台湾小琉球灭族吼，做这两项。库恩伫个东印度总督任内，以严峻高压的统治以及专行独断的行事作风来杜迁，对下属非常严苛，对敌人更加是丝毫不认输。手段一个粗残吼，但是也因为伊的战略宏图，才有以后荷兰占领台湾的38年吼。你若有兴趣看这个人故事，你再家己来看吼。我无搁念，你这个人你爱捌。这个人已经伫你遮收到讲，伫个1630年过身啦吼。顶头有写。我转来即个仪表去看一下，伊是1587年，歹势吼，消息足慢的，转来到台湾这消息其实是已经足慢的啊，伊是1629年9月的时阵就过身啦吼。
这消息嘛是足正常啊啦，伊当初你看伊几号个活几年，42号，42号吼，才42号。哦，1629年就已经过身啊。巴达维亚第二次被马达兰人围攻，这个马达兰人是啥物人我毋知，其实我今仔有查去，查袂到这个 Google 找袂到这个。但当然，你若可能要找看嘛吼，可能是印尼遐的某原住民啦吼，也迄个包瓦斯对迄个巴达维亚带转来的即个消息吼，除了讲迄个总统过身啊，巴达维亚第二次去互人围攻，嘛知影讲西印度公司伫咧西印度公司服务的舰队司令叫做 Peter Han， 获得幸运发财的成功。咱来看出卡，看伊是安怎幸运发财。第三是啥物啦？哦，第三是拄则科恩的介绍吼，注卡第3条咱来看吼，讲是1587年出世伫个霍尔吼，即个所在。1629年死伫巴达维亚，伊伫个2007年伫个罗马接受商业教育，啊，另外坐一只舰队叫做 Peter Williams Verhoeven 的舰队来到亚洲。1611年转去荷兰，1610年以上级商务员，搁来到亚洲吼，第2年搁转来。1613年升任曼丹甲雅加达商馆的会计主任以及馆长。1617年升做总督吼，创立巴达维亚，所以升足紧的吼。1601年、07年咧受教育，1612年来亚洲，5年后就做总督啊。1619年创立巴达维亚，1623年搁转去荷兰，26年转来担任即个海运商会董事。29年伫个巴达维亚第2次总督任期中来过身。第4条是拄则讲迄个 Peter 就是发财吼，咱来看安怎发财。伊讲1607年开动 Peter Williams Verhoeven， 即阵就是迄只科恩来做总督所做的迄只舰队吼。伊讲1607年，伊嘛是坐即只船出航来到亚洲，和科恩做一个来吼。1612年转去荷兰吼，伊嘛是1612年，无伊是1612年转去荷兰，比科恩晚一年。然后伊司任船长，伫个地中海咧走跳。1623年被荷兰西印度公司任命做海军副司令官。1624年征服三沙巴多，这是中美洲啦吼，圣萨尔瓦多嘛吼，圣萨尔瓦多。1627西印度公司，各位原仔小可知影者吼，东印度公司是来咱亚洲来台湾、印尼遮吼。西印度公司是去开发西平嘛，西平就是去美洲嘛吼，就是来美国啦，即嘛美国啦，迄当毋是美国，所以伊迄当阵成立东印度甲西印度，东边来台湾开发，西边来即个美洲，所以呢，即嘛 New York 伊历史其实和台湾的历史是变长，伊嘛是1624年因来台湾嘛，对于骗我来台湾。1624年因去纽约吼，所以荷兰来开发纽约的时阵，就是1624年。所以你若去看纽约的历史，你嘛讲就是同迄个时阵伫台湾发生的代志，但是伊是西印度公司伫纽约遮发生的吼。OK， 咱搁继续看吼。1624年征服三沙巴多，讲即个叫做 Peterson Hay 吼，发财吼，也会看到伊发财吼。1624年，过来1627年，伫个哇，要落长见到啥物所在吼？伫遮相见。
1628年伫马坦萨斯湾，我记得马坦萨斯湾是我有查过嘛，是伫古巴啦吼，伫古巴打败西班牙的运军舰队，这就是伊讲的迄个发财吼，已经是1628年啊，即嘛这日子是当是1630年，讲的已经是2年前的消息吼，带新消息来转来，但是这新消息已经2年前啊吼，人2年前这个 Peterson 这个将军伫个西印度公司吼，算立建功，甲西班牙这个载运的舰队哦，几只船吼，甲拍败吼。其实就海产嘛，因为迄人大家拢做海产吼，抢来抢去。伊伫1629年，以荷兰号甲 West Friesland 号的海军将官改进海军，就是伊当已经做海军的将官，所以算改革海军了吼。1629年伫对抗乌斯典的海贼的战斗当中去互杀死吼。战死的啦吼，1629年战死，1629年战死。你看，1629年战死，结果伊消息来到台湾已经1630年，讲伊1628年发财，战死的消息佫还未到，哪会安尼哦 ？OK， 当然佫较慢，因为这是伫个发生伫个即个地球的另外一边的代志啊，所以传到遮已经是2年前的代志哈。即个1年前1629年伊去互伊战死的消息，佫还未传到吼。好，咱佫继续看。今仔日9:22分，看一个讲一寡有诶无诶。9:22分，今仔日用客船新港号对中国沿海转来到楚地，转来到台湾吼。因为天气恶劣，所以捌伫个片湖停留8、9天吼。带回消息讲，迄只伫5月26日航离楚地快艇东宝桥就是去漳州号吼。载着上席商务员尼古拉斯库库巴卡以及380担护照100担淡香茶去漳州号，因为无商船来处交易，所以要运去迄边销售，但是并且要去遐运一寡物件转来吼，就是伫遐购买的货物。但是迄只快艇伫个本月4号到漳州号呢停泊的时阵，被将兵偷袭拍败夺去，歹消息啦！我今日伫公司看头前第一段啦，第二段无看。原来大消息啦吼！迄只东宝桥，你佫会记无？库库巴卡，我拄则讲1930年去互将兵掠去关有无？就是因为伊只船去互人将兵偷袭拍败，而且规只船去互抢去，而且佫抢去洋客船米多 Birch 号、古龙树号、五树号以及满江号吼，即几只洋客船拢去互抢去。另外佫有2只洋客船吼，拢去互抢去。哇！这大败吼，损失足重。而且害死船顶所有的人，甲该快艇顶头的货物拢搬走，隔日就甲迄只快艇烧毁，东宝桥号向烧去吼，这啥？这个啥？华语叫做赔了夫人又折兵吼，代志足大条。因为即个背信的即个新仔人所造成的变故，背信就是将兵嘛，较早是合兵去拍李逵记的，结果即嘛背叛伊吼。哇，这故事真趣味，就是大航海时代吼，咱就敢若伫咧即个下门遮，敢若看伊安拍来拍去的故事，就感觉大航海时代实在是一个足戏剧化的即个时代吼。真正是互公司蒙受真大伤害甲损失吼，想会到的几只船拢去互抢去。9:25分，佫5分钟，咱继续来看咧吼，即个悲伤的消息吼，伫咧日记遮特别是第2段所写。6月22日，公司人员无论伫咧水上或者是陆上吼，拢遵照对 Java 迄边送来正式命令，
解除对前任总督一个科恩困所立的誓言因就因过身啊嘛该总督 Speck 阁下新立誓言就是因拢会宣誓嘛即嘛效忠的对象换人啊嘛并且明炮宣誓这项代志这是 Java 迄边就印尼迄边来正式命令叫伊安尼做仪式尔，但是嘛爱照做并且明炮宣誓这项代志愿上帝祝福总督阁下，互伊幸运成功打败所有阮的敌人，互阮的祖国甲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富裕从良，这是这个总督 Speck 我颠倒就无啥印象我毋知是毋是就较温和一丝我毋知伊咱以后看会到啦后手佫几啊年的，佫几十年的。6月22日新总督庆祝新总督就任。等下注脚无看到我佫转去正视啊。这注脚就是迄个 Speck 注脚Speck 叫做 贾奎斯Jacques Speck， 荷兰人Dordrecht， 荷兰 Dordrecht 所在这个所在的人，1602到1604年参与乌斯典地的围攻，1607年坐沃霍夫的舰队出航，相款1607年就是这个舰队来亚洲嘛科恩嘛是共这个时间来佮另外迄个讲迄个已经见死迄个西印度公司迄个将军嘛是拢做这做。1609年以下设商务员，就是这个新的总督是1609年以下设商务员，坐这个叫做做这个 Griffin 号前往日本，1609年到13年，以及14年到21年担任这个辩护日文安怎讲什么道希腊道对吧？辩护相关的馆长1622年担任巴达维亚法庭法官以及东印度会议特别议员。1627年登去荷兰。1628年东印度议会正式议员。总督Cohen 过身了后无偌久，伊就到巴达维亚接任总督所以其实一直1628年就已经接总督啊。这个今仔日6月22日，因为消息拄则来嘛，拄则前几工迄个商务员叫做巴瓦斯对雅加达转来，再甲这个消息但是因即阵敢若遮少嘛，这2年来才敢若即遮阵，奇怪这嘛足奇怪讲伊即个新的总督其实伫咧可能过身了无偌久，就已经接总督但是咱今仔日即个消息才传到遮，才开始庆祝1632年回国讲即个新的即个总督定居伫阿姆斯特丹1645年提名担任西印度公司的董事。好，咱继续看。剩1分钟，咱看下6月23日。6月23日，两逝领港的即个将客船顶的人员对安海转来到厝地，证实了本月20日用客船新港号所带来关系到东部去向偷袭攻击，并且已经烧到火化去的，烧到规个无去的消息但是毋知是毋是有人搁挖地或者是逃生这是6月23。好，咱读到遮时间到讲嘛好，感谢爸比搁甲咱做诚侪笔记伫遮谢谢阿好，安尼Eric 我拄则甲你说多谢，你无听，搁甲你说一条多谢感谢你
迄老话甲我补充遮侪资料，尤其是我今仔日一开始嘛有讲起，就是你有讲到伊咧安平古堡迄个石碑吼，今日本来是顶头所写的是要纪念迄个平田美兵卫事件啦吼，后来叫别家讲改做这4字的安平古堡。好，安尼咱到遮，感谢各位。明仔载我食拜二，明仔载休困吼。咱可能后日再搁继续读。感谢各位，祝各位今仔日平安顺遂。多谢大家。希望哦。